正成这个音乐。3月里来。你听那个唱小放牛的，安怎啦？你想啦，无准备哦。哎，我这人嘛不爱讲逼啦。如果说真的没有准备，我还是可以请特别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。我要给他准备别行啦。准备600段，唱小放牛。是啊。开玩笑，你可是我故事段那几条都无呢。安尼，哇，这传在那等你了。无问题啦。继续唱落去。安尼我放心啊，来。桃花红，杏花白，神仙花儿开。有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，爸爸一对一哟嘿。我要吃好酒酒上杏花村。我爱听，观众朋友爱听，我感觉吼，咱中式大乐队后边遐人吼，嘛真爱听。这条歌吼，我唱得特别紧啊，桃花哦，老师你嘛小可卖调急一下。嘛，别到这都来听故事了呢。来，紧讲。我的家在太嘴掉了，今日讲一条，互恁偏胖起。你这个动作。那啊，听你静。好啦，紧讲。听我的静呢，开始讲。来啦。啊，这段就很温馨。嗯。有一个老爸，一个高查囝，嫁去台北了，嫁去无偌久就收到因查囝寄一张被来，紧甲拆开，听到开个，爸爸自从嫁来台北了后，大家亲嘛拢对我真好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请爸爸你放心。爸爸自细汉互你勇气甲遮大汉，妈妈也早过身，你一个人住伫庄脚一定足寂寞的。啊，阮这个翁婿在讲啊，唔知当时啊，爸爸你若为营起来台北，和这个伴子啊，甲你好好款待一下。爸爸你想安怎？然后决定要来，就请卡这个电话，阮就会知会去火车头甲你接。电话是伫写伫遮，几号然后写好了，后面又加起一个PX 注解了。爸爸歹势，配上尾又甲你讲一个，阮住伫台北来了，较食台北的饲的鹅啦，你知道？鸭的对。较食鸭吧，就是无爸爸故乡你饲啊好食。爸爸你若是无感觉会安尼麻烦，拜托你再为故乡订一只你家己饲的鸭咧。安尼阮一定更较快乐，更较幸福。食着爸爸你饲的，爸爸再见，见面再续安尼。哦，真温馨呢。爸爸看来早间嫁个足幸福嘛，真欢喜。目屎人要流出来，好，推甲收起来。我一定早一只鸭去看。嘿，经过一个时间敲电话了后就去啊。鸭拢在叫，这只小鬼，鸭，装伫竹篮子里面，我拢叫哦，就坐来火车头准备来去。哎呦，一行到火车头门口搭死啊！外面大几的白啊，时代不一样了嘛，禁止携带家禽家畜入内啊，袂使啦啊，就叫嘛袂使甲单调，因为装卡行甲多起来，要搭火车那边安尼代志，早间爱食袂使，我硬嘛要甲炸起啊！抓拄好要想来想去，唔知要安怎。拄好老阿伯穿一那裤，日本时代迄老阿伯，空巴拉裤，好偌大领来，你知是不是都空巴拉裤？好，差不多好，腰围100公分都穿得下去。系啊，你我知。扣迄条迄落，阿公你穿迄种。阿公迄个扣迄条皮带就爽的，佫毋是拉链的，溜啊迄款的，转过来，咁是咧无大，为了要互查囝食呢，转个钱在裤底，我都关系。开始，裤带的收紧，都小较破的照例，对号入座，对，102号我坐下头，哇，这样，叮咚嘟，开始行了，咚，火车走出去就放心一半，哇，马上都要见到查囝，叮咚，哇，说10那10块。查票员来的，阿边呢？哇，这个查票员一进来讲，这节车厢的麻烦你们旅客准备一下，马上查票查到你们票都准备拿出来。哎呦，好来，小姐列票。我够声音嘛？收票。可不厉害。够口技呢。都会到阿伯家来，阿伯来讲紧张啊，卡了压卡门。
哎呦，我内底已经无空气啊，吼，你去照顾啊，你牙就讲，哎，是的，开始压下哎，实在里面太闷热了，如果为溜啊跟溜啊中了，我还在头上冲出来了，冲出来了，只冲出来，后边就紧张，正好边个一个查某人伫遐徛着，哎呦，你又别讲了，那我夸张了。哎，查某人，哎呦！一直看阿伯，你看啥？卖看啦！你是害我去用掠去哦，哈！这看啥？什么好看？哎，太太避免了，那太太嘛不是好惹的，徛在边个？哎呦！哦，你上来派要死哦！这款物件你做嘛看多啊咯，吼！是讲生嘛，只有个头一摆看。哎，哦啦，那有我想啦，你知呀？实在形象拢无。我知呀，今晚咧哦，心肝在艰苦听到这，是安怎你讲？因为这就是最我才大概后摆要搁听到你这笑话有哪真少啊？爱伫电视顶看。后摆你只好伫电视机边仔咧看。哦，那再老讲啦。我的口气，哒一时啊，我你是来真理的。但是我今晚在烦恼啊，但这个歌唔知要唱什么歌。你放因为歌的问题就交互我，那这条歌哦，如果你这个查某囝小老爸，曾凯老爸，有一条歌会使咧唱啊，孤女的愿望。哎呦，赞！好不？那个这故事听了到了也是很温馨。对。我你上上海伤寒了，哎，当钱伫遐对不？卖讲啥？卖讲亏了罗真艰苦，那卡叫叫白掉嘛，不得了。好啦，唱歌啦，老师。这样了。出门无餐的山在阿伯啊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来下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。出世眼就来开门话身边，水的无人。将来代志，想要来倒去找着如今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你心内的稀微。受不了了，不得不起了。